18日上午，伫柳营区公所有一场爱心企业捐款做柳营灾民的活动，市员蔡玉辉甲侪侪善心企业共同出席，总共捐出36万的善款，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区公所也回赠感谢状，给每一位企业代表。好，我们看前面哦。感谢咱遮迄个几个企业吼，就是咱的迄个新奇美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吼，以及咱迄个大威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台昌树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各地辉铝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叫吉利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吼，迄个来交付阮迄个总共吼30几万来，互阮的弱势户吼，阮。柳营公所吼，感怀在心啦吼，阮也迄个会好好利用这个善款吼，去迄个将每一分钱吼，拢会用伫咱的灾民交迄个灾后重建顶管吼，袂辜负着咱的遮企业善心吼。柳营伫这次风灾当中受创严重，身为柳营竞赛议员蔡玉辉，积极号召在地善心企业捐款援助，得到热烈回响，包含新奇美事业、立辉铝业科技。台昌树脂企业、吉利宝投资公司以及大伟建设开发，总共捐出36万，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甲领导关怀精神。咱在地吼有议员蔡议会议员甲沈佳柔议员，伊安尼要出来甲咱挤一下手甲咱安尼引力出来我们只是抛砖引玉啦，不是我就是讲真咱当地的人的一些力量来救助大家啦大家这段期间都辛苦了。我们公司在柳营这边也已经设立了超过50年了啦。那我们董事长对于这个整个柳营区、整个大兴营地区，就是还有一份算是蛮深厚的感情。那这一次这个风灾这个状况，他也是就是看到那个屋顶或者是灾情，他也是非常的。就是算心痛了，那刚好这个时候，蔡议员跟我们董事长也算是救市了。那我们董事长一知道他有这个帮助地方的打算，那他也是不遗余力的，马上就请我们有多少就捐多少。区长刘发仲表示，灾后重建工作持续进行，对着所有善款卖专款专用，投入弱势族群甲受灾户救助，希望有更多爱心企业甲善心人士投入公益行列。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